Hello，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做一個快線5分鐘先嚇。咁今日呢個港股咧，終於係有個好嘅反彈啦。咁最主要嘅原因，我諗大家都知道啦，係以色列啦、伊朗啦同埋美國咁都係宣布係停火啊。咁呢個停火協議帶動之下，咁中東局勢咧應該有望啦係得到嘅舒緩啦。咁亦都係首先石油供應嗰方面咧，伊朗原本都計劃會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咯。咁而家停戰嘅話咧，就應該係唔會有咁樣嘅動作啊。咁所以對於石油嘅航運嗰方面咧，應該就係恢復暢順啊！咁呢個咧就係令到全球嘅經濟嗰方面咧係唔需要有進一步嘅擔憂喺度嚇。咁亦都可以見到咧，油股係又再有啲調整喺度嚇。咁同時間港股咧就係顯著咁樣回升，升翻上去24,000點以上嘅水平嘅嚇。咁有個唔錯嘅一個星期二嘅表現嘅嚇。咁除咗睇股市戰局之外嘅話，咁今日咧就見到有汽車股份咧做得唔錯啦。咁其中當然係 Tesla 嘅 Robotaxi 咧，就有10架車咧係開始咧係街道運行啦。啊，咁呢個咧帶動到部分嘅汽車股份咧都比較明顯啲係做好嘅。除此之外嘅話咧，亦都睇翻咧比亞迪啦。咁比亞迪今朝早嘅新聞就包括公司講到已經得到嘅證實咧，就話向呢啲嘅供應商即係幫佢哋買車嘅經銷商咁係有每架咧666蚊嘅補貼或者屬於一個獎賞咁樣嘅嚇，達到某一個目標嘅嘅供應呢啲嘅呢啲嘅所謂嘅係批發商啦咁或者係呢啲嘅幫佢哋做銷售嘅經銷商咁達到某一個目標嘅話咧，係可以得到咧每一架咧大概咧係666蚊嘅獎賞嘅咁市場咧就攞呢樣嘢就即係發達嚟講咧，就覺得咧就話哇，你如果計一計頭嗰5個月咁每已經買咗大概140萬部車咁如果係666蚊一部嘅話咧，咁就即係隨時咧需要咧係有成10億元咧，就係開支發放俾呢啲嘅經銷商咁即係認為係一個負面啦其實咧就即係誇大咗咁睇負面嗰方面嘅啫咁正面啲嚟睇嘅話，首先咧就話呢個動作咧其實唔係今年先至有嘅，上年年初嘅時間同樣都係有咁樣嘅措施出嚟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令到咧就公司同啲經銷商個關係咧係進一步係即係加強啦因為公司都需要呢啲嘅經銷商幫佢哋去賣車嘅咁如果冇呢啲經銷商嘅幫助嘅話咧，佢根本係好難賣到車。咁所以如果呢啲經銷商係達到某一個程度嘅嗰個標準嘅話咧，佢哋咧就會發放呢啲嘅獎金俾佢哋嘅咁呢個咧就即係公司有現金喺度啦，咁亦都係有一個係功能嘅做法，咁所以咧就呢個做法咧其實就即係唔需要太擔心啦，同埋咧就即係頭嗰幾個月都係10億，即係對於係賺超過8億嘅公司嚟計嘅話，其實咧就即係呢個成本唔係話十分之多嘅咁呢個咧同埋咧就話係一個係我咁相信都係上半年發生嘅事啦。下半年咧係踏入咗買車嘅旺季嘅話咧，就未必一定需要咧係有進一步係不斷每個月都係做咁樣嘅措施嘅，所以就即係唔需要太擔心啦。再加埋咧就即係今日咧亦都有佢哋嘅第7艘嘅滾動船咁即係話嗰啲車咧就用佢啲船咧就運去海外嘅市場咧就下水咁試行咁預期7月份咧就可以正式
息咧交付嚇，到時嘅話佢海外嗰方面嘅銷售咧，亦都有個機會再進一步增加嘅，所以咧就即係今日升翻上去130蚊呢啲位置啦，但係當然咧亦都係幾貼平均線嘅阻力，如果可以突破到呢個位置嘅話咧，後市可以有機會進一步上升翻嘅嚇。咁順便咧亦都提一提咧，就係先前2個星期介紹嘅健沛微妙咧，今日咧係進一步上升到最高係3.1毫9嘅，好挨近咧3.2嘅目標價啦。咁如果大家先前嘅時間大概咧2.7毫半啊2.7有買嘅話咧，就準備咧睇下會唔會咧大概咧係呢啲位置啦3.2左右咧可以食一食糊先嘅。